大家好，我係美聯物業梁先生 Eddie。上寓位於廣播道81號，由長實發展，於2011年4月入伙。屋苑共有3座物業，合共提供103個單位。上寓提供設施包括室內泳池、室外泳池、健身室、桑拿。作為傳統豪宅區之一的九龍塘地段，除了環境清幽低密度之外，亦享小學41名校網優勢，吸引不少望子成龍家長客。今日為大家介紹上寓一個高層單位，實用面積1614方尺，屬4房2廳間隔，室內裝潢新淨，客飯廳常形設計，可擺放大型家私，落地玻璃門連結露台，外望開揚景致，廚房寬闊設備齊全，睡房間隔四正實用，光線非常充足，主人浴室有浴缸、雙洗臉盤。如果你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歡迎隨時聯絡我啦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